来，大家听我讲啊，因为这是两个长镜头，这个调度比较复杂，所以我把这个先排一排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摄影机从远处飞过来，你俩差不多走在那个位置。飞到这里以后，摄影师会接住这个，然后对准这里来没收他们的手机，啪扔到筐里。李晨是从下面把那个书本砰拿到桌上。于和伟老师来，看到于和伟老师说，西瓜搞得太透了吧？你这时候可以转身跟那个陈述说话。记住老师刚才说的话。记住老师刚才说的话，你就走过去了。好，来，给铃铃当，频频藏手机。杨子从这儿，镜像室到黑板上去。然后这时候你在这跟他们说话。然后第二个镜头的时候，你等于是已经站到这里来了，站到这里来，你从菜碟这边拿了撇胡子贴上。这时候张译到机器前头来了，站到那个台上去。这个是陶虹和那个李晨在这升国旗呢。他的旗子升起来，带着国旗看到你，哎呀，穿越时空，也就是这样吧。好了，准备，预备，好嘞，开始。张译，停，机器碰到了，重来。张译，进网了，马上来一条，其他都好，就起伏慢了一点。看，陶虹举起来，把手，李晨慢了，来，再来一下，直接再来啊！炫锐到起伏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摄影机就开始往那个洞口里钻了啊！开始。张译，就往这一下，画面不要掉，回手别跑啊！有时候手也太亮了，少开点儿。快走！还要注意这时速，还有点。人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快走！快点收！敬礼。And cut!